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队为巩固先发轮值，据传与阵中王牌迪格隆就5年1.375亿美元延长合约达成共识。这位上季夺得国家联盟赛扬奖的强投至少会效力到2022年赛季结束。大联盟官网今天引述多方消息来源报道，大都会开给迪格隆 Jacob deGrom 队史最肥合约之一。这张新约将取代现行合约，包含2024年3250万美元的球团选择权。倘若行使，合约总值将达1.7亿美元，约新台币52.4亿元。据报道，新合约附带完整的拒绝交易条款，迪格隆可在2022年赛季后跳脱。大都会球团为等待体检结果，尚未证实与迪格隆达成协议。30岁的迪格隆上季主投217局，标出269次三振，防御率 1.70， 傲视大联盟，因缺乏队友火力支援，战绩只有10胜9败。他因此成为大联盟史上单季胜场数最少的赛扬奖得主。去年夏季，时任迪格隆经纪人的范维格南 Brody Van Wagenen 公开表示，大都会如不续签迪格隆，就该将他交易掉。迪格隆最终留在大都会，夺下国联赛扬奖。范维格南则在去年10月出任大都会总管。迪格隆将开幕日定为合约谈判期限，并于近期表态想去留大都会。队友辛德贾德 Noah Syndergaard 也敦促球团别再犹豫，为留住这位当今棒坛最佳投手，该付的钱给就对了。最近2季，大联盟自由球员市场明显降温，延长合约蔚为主流。休士顿太空人、波士顿红袜与坦帕湾光芒队近期分别与阵中王牌投手魏兰德 Justin Verlander、塞尔 Chris Sale 与史奈尔 Blake Snell 签下延长合约。红袜上周与塞尔签下5年1.45亿美元延长合约，和迪格隆新合约价码相近，也包含2022年赛季后的逃脱条款。迪格隆比塞尔大1岁，2022年若投入自由球员市场，届时已34岁。大都会2010年第9轮选秀挑中迪格隆，他于2014年登上大联盟，当年拿下国联最佳新人奖，隔年季后赛夺得3胜，但在世界大赛表现欠佳，大都会最终未能夺冠。迪格隆大联盟生涯防御率 2.67， 在大都会队史仅次于名人堂投手西佛 Tom Seaver。